台湾话艺术水阁好，国情解说两句，互你做参考。解说，解文说字。日本为着准备奥运，已经伫东京车头，甲种查狗牵出来演练。讲起来，现代社会，狗对人类真有帮助。啊，台湾哪有真侪俗语话，甲狗有牵连。国情讲几句啊，甲大家互相来探讨一下。头一句俗语人咧讲，一犬吠影，百犬吠声。这拄啊下着社会上，即摆大家伫咧议论纷纷，讲网络顶头有真侪人咧放假消息、假方式，啊，这有影。人讲吼，讲一个影就生一个囝，本地就无影无一只的代志，啊，不过有人讲起头，讲到落尾说有骹有手，即个代志枪在咱咧看。总是台湾哪有一句俗语话，讲做弄狗相加。是啦，有真侪伫网络顶头咧放话遐的人，无一定讲好意呢，真侪恶意的嘛有呢。就是爱要看恁冤家，爱免看恁立场无相共两方面，大家贱哦，对网络贱来到生活中哦，弄狗相加，这个情形咱哪来提防？因为啊，我若真正弄狗相加弄会行，我倒头讲我互你弄的人，我毋着敢若无家己的主张，无家己的主张，毋则讲做弄狗相加。我敢是狗，我就毋是你。即句俗语话虽然有较土，毋过嘛提醒咱，都爱注意。注意讲，人若伫咧煽动，咱家己爱警觉。啊，毋过吼，虽然狗伫咧相加啦，台湾哪有一句真有人情味的话，咱听好讲出来，大家互相来参考一下。讲家己狗，家无妨，有影。若讲到选举，无论讲你要支持这个，还是要支持迄个，咱平平共国内，冤来冤去，有一天嘛是着爱互友呢。有一天，大家嘛是爱得互相疗伤、互相安慰呢。毋则讲家己狗家无妨，家己家内兄弟咧冤家拍勇勇骂骂咧，咱毋通扣恨。老爸老母就会出来为出来占，讲啊煞去啦，家己狗家无妨啦。即句台湾话吼，原来两种的解说，这就是一字音讲两字的啦。家无妨就是讲家就袂发防啦。另外一个解说就是讲，原来无防啦，无啥物妨害啦。总是啊，狗的俗语遮尔济，狗拢是顾主人，毋则原来有一句。讲做狗无嫌主人敬，即句原来才有意思诶。就是讲狗若对咱，无论讲咱好野善，狗拢会安尼甲咱做伴，拢会一直甲咱陪伴。尤其狗真坚心，人讲狗真尽忠啦。啊，狗吼原来陪火车呢，意思就是讲，虽然无法度改变的代志，狗安尼大声吠，袂说讲吼社会有真侪无公平的代志，我相信啦，争取久就会改善啦。狗遮尔尽忠，认一路。认真要去行即种精神，值得咱来效法。你讲看有影无？啊，讲狗无嫌主人敬，有影社会好野善是差真济，满是无公平。